越来越多的台湾省演员来内地发展，赵又廷无疑是其中的优等生，在内地也获得了很高的人气。你觉得赵又廷哪些电影好看呢？细说小编为大家带来了赵又廷最火的10部电影，如《猛侠搜索蓝星大剧院之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Love 痞子英雄之全面开战、南极之恋等，一起来看看吧。赵又廷10大经典电影排行榜：1. 猛侠，豆瓣 7.7， 赵又廷电影代表作。赵又廷哪部电影好看？买购小编最推荐的就是猛侠。该片讲述了太子帮5兄弟一起闯黑道，然而后逼错老大的死，使整个猛侠黑道局势发生了剧烈动荡，太子帮5人的友谊也因此面临挑战。在杀机四伏的情形中，5兄弟面临着黑道与友情的抉择。本片是他个人首部大荧幕作品，凭该片获得第5届亚洲电影大奖最佳新演员奖、第12届台北电影节最佳新演员奖等多个奖项。2. 搜索，豆瓣 7.4， 华表奖优秀境外华裔男演员奖。搜索是赵又廷电影代表作盘点中必有的佳作，讲述都市白领叶兰秋因为一件公车不让座的小事而引发了蝴蝶效应般的网络暴力，以致最终被逼到生活的死角的故事。从职场规则到媒体道德，一系列由此所诱发的戏剧张力，构筑起了电影丰富的内在层次。赵又廷在片中扮演杨守成，并凭借这一角色获得了第15届中国电影华表奖优秀境外华裔男演员奖。3. 蓝星大剧院威尼斯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入围。赵又廷主演的电影中，蓝星大剧院是非常值得一看的一部。该片改编自洪隐的小说《上海之死》及恒光利益小说《上海》，由娄烨执导，巩俐、赵又廷主演，小田切让、帕斯卡格里高利、汤姆拉斯齐哈、黄湘丽、王传君、张颂文联合主演，讲述盟军间谍于景重返上海，借演戏和搭救前夫之由，以此套取日军电报密码的故事。本片入围了威尼斯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4. 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亚洲电影大奖最佳男配角提名。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是赵又廷最火的电影之一。影片改编自作家辛夷坞的同名小说，讲述了一群青春少年从大学校园的追爱之旅到步入社会的迷雾和抉择的故事。影片先后获得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两岸华语电影、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导演处女作、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导演等奖项。赵又廷也凭借本片获得了第8届亚洲电影大奖最佳男配角和第5届中国电影导演协会年度表彰大会年度男演员的提名。5. Love 南都周刊金融柱奖最佳电影。赵又廷经典电影 Love 由钮承泽执导，是部众星云集的作品，演员包括舒淇、阮经天、赵又廷、彭于晏、郭采洁、陈意涵、钮承泽等，讲述了生活在北京和台北4对男女之间的情爱纠葛。赵又廷在片中饰演马克，他藐视爱情承诺，反映在他与所有女人的关系上，表面冷静理智，但仍在无意间透露出内心深处对父亲对爱的渴望。6. 痞子英雄之全面开战，海峡影视季最受两岸观众欢迎的合拍影片。赵又廷哪部电影好看？痞子英雄之全面开战是个不错的选择。该片是电视剧《痞子英雄》的前传，设定于电视剧版3年前的2005年。片尾结局衔接电视剧版的第1集。影片讲述一向胆小的混混徐达夫，为了心爱的女人擅自挪用赃款赚外快，却在即将成功时遭到神秘队伍横插一脚。吴英雄本以为只是简单的地下交易，但在逮住徐达夫之后栽进了另一个更大的阴谋。7. 南极之恋，豆瓣 6.6， 赵又廷的电影《南极之恋》是他继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后再一次和杨子姗合作。该片改编自吴有英创作的长篇小说《南极绝恋》，讲述了2个毫无共同语言的男女，在随处都是绝境的南极腹地中，面对物资匮尽的困境，两人互生情愫的故事。本片是首部在南极实地取景拍摄的剧情长片，在展现南极魅力和讲述灾难求生两方面交上了一份还算满意的答卷。8. 狄仁杰之神都龙王，豆瓣 6.5， 狄仁杰之神都龙王由徐克执导，是赵又廷、冯绍峰、林更新、杨颖、金范、刘嘉玲领衔主演，陈坤友情客串的古装动作电影。影片故事背景设定在唐高宗末年，讲述了年少的狄仁杰入伙大理寺，如何成为一代神探的传奇故事。赵又廷在片中扮演男主角狄仁杰，他刚刚踏入官场，前往大理寺报到任职时，阻止了一群强盗抢鲁花魁，意外卷入了水怪劫掳案。9. 痞子英雄2，黎明升起华鼎奖中国最佳男主角奖。赵又廷电影大全中少不了痞子英雄2，黎明升起。该片讲述了连环爆炸案让海港城陷入瘫痪，警员吴英雄在查案途中与被绑，
称人肉炸弹的徐达夫再度相遇，不料二人却卷入敌人的毁灭计划中。与吴英雄性格迥异的东区分局警官陈真遇到身负重伤的吴英雄，试图携手摧毁敌人毁灭计划的故事。本片当年获得了海峡影视季最受两岸观众欢迎的合拍电影，赵又廷也凭借本片获得华鼎奖中国最佳男主角奖、19层妖塔、英国万象国际华语电影节最佳男主角奖。9层妖塔改编自小说《鬼吹灯之精绝古城》，主要讲述探险队成员胡八一和佘雷阳深入昆仑山腹地，在神秘组织749局的介入下，揭开了一段人类与鬼族时隔千年的秘密史。本片获得了第11届中美电影节金田石奖，赵又廷在片中扮演胡八一，凭借该角色获得了第7届英国万象国际华语电影节最佳男主角奖。非常感谢大家观看细说为您带来视频排行榜数据网络收集整理，感谢大家的支持和关注，我们下期再见。